各位弟兄姐妹们早安。在这美丽的早晨当中，有太阳，有阳光，很感谢主。那让我们开我们的口，我们来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走过熙攘人群，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不为我心，他怀抱我灵，测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生活当中，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课业忙碌，或者是我们工作忙碌，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忽略说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满满的恩典。那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得到神的帮助的时候，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感谢他。那可是常常就是感谢之后，然后高兴的时候，就常常有时候就忘记。那但是到了需要神帮助的时候，就又回到神的里面来，那这时候就会特别的感受到说，主你真的对我这么好，我真的很抱歉。有时候，好像是有困难的时候才会找你，然后真是有时候会觉得对不起神。那可是其实神有跟我们说，尽管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神要将他丰盛的恩典赏赐给我们。那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需要一直去回顾说神在我们身上数算神在我们身上满满的恩典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将这首诗歌从头唱一遍。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不为我心，他怀抱我灵，测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他柔声呼唤，他耐心守候，永不停息，无怨无悔的爱情。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逆境清晨，我的伤心眼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自己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那他不是只有创造就在走动或者是静止，
他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一直持续的关心着我们。那最近有人问我说，你觉得上帝存在吗？可是他如果存在的话，那我向他祷告，我要怎么知道他回应我？那我要怎么看得见他？那我看得见他吗？其实只要看到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人，看见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神的形象，我们就是看见神。那神的爱是无所不在的，而且他不只是爱我们，他不只是创造我们，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就是更小更微弱的事情，他都是关心的。在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在神的眼里都是看为宝贵的，因为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是他所宝贵的。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你的爱》。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这苦地上苦痛，你懂你审判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次恩典，一再试炼，你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握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掏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每当我看着十字架的时候，我都会想，主你怎么对我这么好？主我真的是何等的不配，我是一个罪人。但是你真的是很爱我，你不只爱我，你也将你的生命奉献在十字架上面，来赎回我。你不计一切的代价，你就是这样的将我们赎回。而且，尽管我们已经得着你的救恩，你也是一再的赐下你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将我们换回，原谅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觉得神对我们的爱真的是不只是温柔，而且是充满着公义，而且在公义里面，他真的是就是爱我们，不断的用慈神爱所将我们换回来到他的面前，并且在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他要为我们负担我们的重担，让我们的恶可以轻省。那所以，好不好？我们用我们爱他的心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你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这苦地上苦痛，你懂你审判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次恩典，一再试炼，你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握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掏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你的爱如此温柔，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握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
学习你全备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这是一个特别的世代，那在这特别的世代，其实也有神特别的恩典。有人觉得这个世代好像沦落，有人觉得这个世代不再像我们以前那样的敬虔爱主。但是我总觉得在神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神是使万事互相效力的主。天父，我呼求你，天父，我呼求你，来恢复我们的心，让为父的心转向他们所爱的儿女。新这个时代，感受你的同在，来医治恢复我们，开启你的儿女，经历你的大爱，你的爱，我的心何等渴望你恢复这属于你的时代，愿你国度完全彰显在这里，就如同在天上。在这个特别的世代里面，我们需要神特别的恩典，我们需要特别的回到神的面前，求主来恢复我们的心，恢复这个时代，恢复我们蒙神悦纳的样式，就是他原本创造这个世界、创造我们的样式。我们需要神来恢复我们。那首先我们需要在神的里面与神连接，因为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必须连接在他的里面，要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恩典、神的旨意，降在我们的心，降在我们这个时代，降在这全地上，将他的旨意降在这全地上面，就如同要降在天上。再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祈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用这样的心智来唱这首诗歌。天父，我呼求你。天父，我呼求你，来恢复我们的心，让为父的心转向他们所爱的儿女。新这个时代，感受你的同在，来医治恢复我们，开启你的儿女，经历你的大
我们预备心来今天的礼拜当中，我们要遇见神。